嗱，呢度係尖沙咀遊客區啊，廣東道啊，呢個位置啊，以前係貨倉用地，係屬於九龍倉喺100年前。啊，估唔到啊，家下咧就係成為香港最繁盛嘅遊客商業區。哇！嗱，呢啲啊屬於鋪頭咧，都有人排隊喎。啊，今年啊聖誕氣氛啊都比較濃厚啲。咁啊遊客亦都係多咗。喺呢個新冠疫情以來係最好嘅一年啦。咁啊希望能夠繼續。即係出年啊，會更加好。嗱，呢個廣東道啊，呢個名店啊，嗰啲遊客區咧就係排隊啊，又去買嘢喎。係咪真係恢復翻呢個消費嘅信心？嗱。咁啊！呢啲真係好少見㗎啦，唔見啦好多年㗎啦喎。呢個就係尖沙咀。呢啲咧就係限制人流啊，入去買嘢嘅。咁呢啲係屬於高級消費。咁啊，希望呢啲即係排隊更加持續啦。呢啲設有呢個欄杆排隊。咁啊，連續幾間都有啲咁嘅情況排隊。希望咧呢啲排隊嘅人龍咧就唔係話係聖誕節都有，只不過係希望咧出年咧呢個經濟更加吸引到呢個外地嘅遊客嚟香港，刺激下本土嘅消費啦。今年嘅香港嘅遊客數字咧都係平平穩穩，咁亦都帶來咗。即係一啲遊客嚟消費，但係照數字統計消費力咧都係仲係好薄弱。咁因為今年呢個飲食個服務行業係未能夠引起呢個數字嘅增加作用啲集團式咧好多都係仲係結束嘅。咁當然啦，森林定律即係太弱流強。咁亦都有一啲即係飲食集團喺外地入到嚟香港，咁但係呢啲咧都係要未知之數得唔得？咁希望咧，如果香港個經濟繼續好咧，就係呢個係大家咧香港人所盼望嘅。好啦，因為咧，如果你見到今年嗰啲兩餸飯都仲係即係好雨後春筍，放棄未艾，就係因為嗰啲飲食嘅服務業好多結束咗，咁嗰啲人咧都係要揾翻啲即係生意咧，維持翻啲嗰就業人嘅飲食嘅同業。咁兩餸飯亦都係一個經濟嘅指標。如果呢個兩餸飯係減少咗咧，就係即係話。經濟就好啲啲人捨得消費嘛。在你捉緊環球機遇，邁步向前。呢個香港嘅經濟究竟點樣先可以能夠起飛，再次起飛咧？咁呢個亦都係新一屆嘅立法會候任議員嘅功課嚟啦。咁佢哋應該
就係又睇有咩策略可以係刺激下本土嘅經濟，咁帶動香港嘅經濟起飛。咁我有個提議，咁就係如果即係香港能夠咧即係做一啲本土嘅美食嘅市集嚟刺激本土經濟，咁亦都可以帶動好多人嘅就業機會，亦都係香港人能夠即係再次發亮發光喎，因為大家係同坐一條船，呢個同舟共濟啊嘛，咁我提議咧就係喺呢個紅磡能夠打造一個叫做經濟美食夜市集，咁咧就當然啦，呢個係要需要填海工程嗰類噶啦。咁羅馬又唔係一日建成嘅，咁亦都係最好咧，就係臨時嘅，就揾一啲臨時性嘅市集，做一啲美食經濟，好似喺裕雲坊、觀塘咁嗰啲，如果做一頭半個月係進展係有限嘅，咁最好咧就係能夠有1年半載因為好多由市區發展局即係仲未發展嘅地皮咧，地盤可以做啲臨時嘅市集嘅美食嘅市集嘅，咁亦都可以帶動本土嘅就業同埋發展呢個遊客嘅經濟。咁故此就係希望即係政府亦都能夠喺佢哋手頭即係比較多嘅嗰啲叫做空置用地即係暫時攞出嚟，就係發展下呢個臨時嘅嗰啲美食嘅市集。咁嗰啲臨時性1-2年都好啦。咁然後咧就係繼續發展一個永久性嘅市集咧，就喺紅磡土瓜灣嗰邊填海造地。咁當然啦，嗰度最好係配合一條嗰啲叫做架空嘅路軌即係好似澳門氹仔嗰條架空路軌咁啦，可以帶動人流去嗰度消費，亦都可以刺激沿途嗰啲商業物業有呢個產生一個價值。咁最好咧就由呢個啟德開始，啟德就有一邊咧就去到紅磡，另外一邊去到茶果嶺。咁呢個架空系統就係最好就係能夠帶動嗰啲人流去消費，同埋刺激香港嘅經濟，因為大西北將會有呢個200萬人嚟香港定居，咁佢哋都要工作係嘛，就業咁如果有呢個市集呢個即係好似台灣式嗰啲咁夜市集，即係西門町饒河夜市咁龍鳳夜市咁嗰啲咧都係可以帶動呢個本土經濟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嘅提議，亦都喺希望嗰啲立法會議員能夠研究呢個方案，向政府提出搞一啲呢啲本土經濟美食市集。咁呢啲咧就希望大家能夠齊心協力達到目標。呢個刺激本土經濟嘅方案咧，其實我喺過去1-2年喺我呢個市民呢個系列裏邊咧，都曾經推介過，曾經都係呼籲過。但係咧都係冇乜回應喎。但係如果你能夠即係嗰啲新嘅立法會議員咧，真係為香港做嘢嘅話咧，就不妨咧提出嚟研究下呢啲咧，即係可以叫做刺激帶動本港經濟嘅方案。起碼咧就係多咗嗰啲就業人數就唔使話因為冇嘢做要去攞公援啦。
即係亦都係自食其力，係嘛？咁啊呢啲係最好噶啦。咁啊大家都係齊心協力無論係新香港人好舊香港人好咧，都係同坐一條船，大家都希望帶動香港經濟嘅發展，生活愉快嘅，亦都係可以叫做令到呢個香港東方之珠繼續發亮發光。咁好啦，咁如果大家係仲中意我呢個節目，仲未人訂閱嘅話咧，請你撳入呢個鐘仔出嚟，係免費訂閱嘅。咁亦都係希望各位介紹俾親友呢個分享，即係點讚個 like 啦。拜拜。